好，非常收看今晡日福喜乐呢个节目。今晡日老乡亲朋友上个当有意思个提访哦，有汉个时间做得是行行聊聊，佢系读哪呢？佢系读信州人，网山乡呢，伊个提访到台山北，不过呢下吼，系南为则提访吼，係一件店然後係則做啲有料嘅提訪然後，到底係用應該則提訪咧？你想嚟看隻短片。本蛋係鳳陽國小，下後係那代改操作泰山杯客家人物生態館，係1年前有經過中科院同527年改操，也空地39度比睇嚟小好嘅。見到為當年萬幾多人客氣，也搭配就架動鬧熱。開幕之前，我們是把當地的居民找過來，當地的居民、當地的業者、當地的政府單位、專家學者、農民朋友們，大家一起過來。我們去討論這個地方的過去、現在、未來。過去這個地方的歷史背景是怎麼樣？現在大家面臨到哪些問題？然後我們對於這個地方的未來有哪一些共同的想象？我們可以一起來合作，一起去讓這個地方變得更好。所以我們就開始去挖說學校它可以是有什麼樣子的方式呈現，尤其它又是在國小，是那段時間是我們最單純、最快樂、最無憂無慮，或者是最純真的時候的自己，所以應該是我們可以把那些元素給找回來，然後在這個空間給表現出來。中科院早啲講係老人比睇嚟寫好教，再講哪類利用，要做到以後為其中一個利益。係講要尊重地方，要了解到地方少物界、愛物界，留菜地資源哪類好好利用。按你看起來，像熱愛鄉門嘅夜場館，真有可能分化，真冇有成功。哇，刚才看到嘅短片就是大山北岳的一個短片哈，家家都分享你今屆來賓哦，一開始都繞牆嘅係台山北岳嘅創辦人哦，鍾凱榮，歡迎。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大山北岳的凱勇。對，這是創辦人，對不對？哈，我們要來分享嘅係南澳一個創辦人哦，係挑家用嘅意思哈。你看527，歡迎。大家好。那個大山北岳的遺跡，那很高興今天可以來到這裡跟大家分享我們大山北岳的故事。對，剛才一開始想了一下，我知道為什麼，因為你想講客家發衝，對不對？剛才想說自我介紹，所以說大家好，我係。一下子那個不知道怎麼講，就想了一下，可是表示很努力的想要用客語表達。為什麼呢？因為台家獨地哈，鄉親朋友哈，其實聽走地信州人，新竹好多客家人，對不對？而且很多客家莊在那邊，然後網山鄉也很多客家人，台山北那邊以前有個漫畫。就是我們的劉老師在那邊，就是很有名的一個漫畫家在那邊，所以那個地方台家洞很熟悉，對，所以你們在那邊也受了很多的熏陶，有嗎？哈，有，因為會這樣講的原因，鄉親朋友會覺得，好奇怪哦，這什麼意思？因為兩龍改挑家啦，挑家牛，他們其實是不是客家人？可到那裡去經營一個叫大山北岳的地方，對，很奇妙，一開始還是唔記得，我說，這個地方叫大山北台山北啊，怎麼到了你們手中就變成大山北岳？為什麼？其實還蠻好玩的。客家人會講台山北，講得很自然。對，但是不是客家人的會不小心就念成大背山。你有沒有去過大背山？對，就會誤解為它是大背山這樣子。所以我們為了讓大家可以記得台山北、大山背，所以我們就把背那個字給上下分解，把它拆開來，所以就變大山北。那很有意思，還好背這個字可以拆解，有沒有？變成山，對不對？山，然後北跟岳，對，然後就變成大山。台山北岳就變成這樣，所以你們在那邊經營多久了？
大概已经满3年了。好，开心吗？很开心啊，很开心喜欢吗？喜欢。因为其实跟他提蹦，我觉得说实在，它并不是离都市非常近，对，然后龙改和尚英又非常的年轻，对，然后2个人在那边一起经营哈，所以到目前为止，感觉上越来越有热情了，对不对？想越来越投入，已经是这种感觉，对不对？就越来越喜欢那里，越来越喜欢，可是很奇怪哎。其实该家提蹦公司才会去挑白一间国小，它其实是一个国小，然后30年前来时间其实行业历史类那个国小其实就没有了，但那个空间就闲置在那里，也曾经试图要让那个空间活化，可是好像没有办法很成功。对，那后来你们就去接手了，对，是什么样的一个起心动念，让你们想要做这样的事情？我在清大念研究所的时候，我们刚好发现了那个地方，然后我们老师就说，我们学管理的就要解决问题，对，然后所以就让我们去解决新竹县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刚好发现那个地方明明这么漂亮，就这样闲置着，很可惜，对，所以我们就把它给承租下来，然后希望透过我们的力量把它给活化起来，把地方给串联在一起。你那时候不会害怕吗？害怕，但是就想说，既然年轻，就试试看，大不了就再回公司上班。大不了回公司，那一进呢，你就跟着他做这样的事情。我那时候是被他的梦想给骗过来。他说可以做很多展览那些的，因为我去学设计，我说哇，我终于可以自己策展了，太棒了，太棒了。对，可现在算梦想实现哈，不算被骗了。还小小的，对，就是我觉得很有趣，因为2个人功能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兄弟妹会觉得很有趣。那现在那个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可以吃东西，是，然后又有展览，对，你们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你们的经营理念吗？我们是把一个废弃小学把它改造回来，对，我们就在想，国小是一段我们最开心、最快乐的时候，所以我们就希望大家可以回到山里面的小学，可以找回那样最单纯、勇敢、快乐的自己。是，所以我们园区就把课桌椅给找回来，然后把黑板把它给架设回来。更特别的是，我们的菜单是考卷。有，对，我手上就有一张你们考卷。我今天一看到这张考卷的时候，我还吓一跳，我还想说什么？怎么会有考卷？您静怡考一下，这竟然是菜单呢？对呀，所以如果客人去你们那里吃饭，就要考完试才能吃饭。考完试才能吃饭，所以还好我刚看了一下题目，我应该可以考过。对，所以其实这也是你们让所有来的朋友们有一种不同的感觉。是，菜单是自己设计的吗？对啊。那食物也是吗？对。而且是一种慢食套餐，对不对？所以你们年纪轻轻的就可以设计这样子的一个食物。安永记得有斗俩片，因为动摸用改东西走在选哈，所以你们吃的东西也是跟当地合作吗？是，其实我们来到客家庄之后，发现客家的食物其实非常好吃然后我们刚好大山背这座山又在新竹台山县的中间点，对，所以我们就刚好想说，我们把这个学校给活化起来的同时，有没有可能一起把台山县、新竹这5个乡镇一起串联在一起？所以我们的套餐就会走过这个台山县的5乡镇。对啊，我们套餐那你们要怎么结合？是我们用了峨眉的东方美人茶、衡山的窑烤面包、竹东的枇杷，然后北埔的擂茶，真的很熟对，然后再加上关西的仙草，把它做成了仙草冷面，这样去走过新竹台山县，透过食物来跟大家介绍新竹的好东西。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说我们要在地活化，可是很多人讲在地活化，或者是说当地结合小农，然后就是我们所谓的在地化。可很多人是知道这个名词，可是他们不知道怎么样真的落实在地化。刚刚你改重反应。凯勇就讲了嘛，他说我用的灌系改线绸，一定是当地的仙草，对不对？它这么棒的一个东西，我们做了什么？仙草冷面，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在地食材，对，但是你把它在地活化，所以你们也会有很多你们自己合作的小农，对，好，那这些合作小农都是你们自己去找的。其实它就是我们附近的邻居，5到10分钟车程，这些很棒的农家，然后很棒的邻居，他们3不5时就会跟我们分享他的一些很棒的作物，然后我们也会带着客人到他的农院里面去做一些农事体验啊，去做一些小旅行。对，好棒哦！那食物，所以你们找厨师来做吗？还是我们自己去学？我们现在要大声的拍手一下，所以那怡静会帮忙做吗？都是主要是他在负责。你不是，你看这个为什么会说被骗过来？因为他是学设计的，有没有想要在这边规划一些展览？
我开玩笑的，对凯勇哈，是不好意思，我不凯勇说，你不要这样跟怡静说，所以其实怡静也变成你也是重新学习嘛。对，其实真的都是很多事情要把自己重新归零。对，所以你现在也变成有一个好手艺了哈。就是把设计的东西转换到厨房里面。哈哈，那客人吃你们的食物有没有给你们什么回馈？比如说大家最喜欢吃什么？有没有？其实都喜欢喜欢。你自己嘞？对，其实我觉得很棒，是因为我们从前面的茶饮到餐后的点心，对，它是有个脉络在串联的，是，所以客人吃完之后，他会觉得哦，原来擂茶那么好喝，那我们就会说，你不只停留在我们这里，你可以去走一走，你可以去北浦老街看看老房子。所以真的就像凯勇讲的，希望走在邦山两大提供的中间，把那一边的周边整个都串联起来哈。其实还有动作改好高的提供走，要大家都分享，和大家聊下，等下长来。今日绕墙都係兩屆後上映哦，係凱勇、然後怡靜呢度兩片，然後大家都分享獨信中染幫山鄉台山 boy 嘅大地方，一件跳板行業歷史嘅歸鄉，哇，現在變得很有趣了哈，可以去那邊吃飯，然後可以去那邊看展覽，最重要的事情係風景也好。風景好，對，而且兩下東東音都在都市的世界，其實又可以回到我們說山裡面看看，那個心情會不一樣。而你上團節目講到吃，我覺得吃是一件很棒的事情。真的是很喜歡吃東西，然後可以吃到美食，性輕死為富裕生活。已經有講到說，其實當人家喝到擂茶很好喝的時候，你就告訴他說，其實擂茶是在什麼地方？其實你是直接的、間接的，讓他們認識更多不同的東西。你們跟很多小農合作，聽說像你剛說甜點，是不是？你們甜點是客家的那個七霸，是不是？就是七霸對，就七霸。對，可是是純手工，是一個奶奶幫你們做的。那個奶奶為什麼願意幫你們做？她也覺得很開心嗎？應該是說，糬粑它是客家人很傳統的小吃，但是它並不是大家並不是那麼多人會把它當成一個很正式的、很經典的點心。對。那個時候我們吃到真正的客家麻糬的時候，才發現原來客家麻糬那麼好吃，它是用純米下去做。跟有些我們在外面吃到麻糬，一開始我是不喜歡的。對。然後我是到了那個婆婆家，吃了她的麻糬之後，才說。原來麻糬真的可以當成真的，這個身為客家人的我就要很得意的說，真的是這樣，因為你其實在整個台灣有很多摩口感，你講麻糬就是七霸存在，當然有些有包餡的什麼都不一樣，可是它剛剛念得很奇怪，它真的是純米去把它搗出來的，所以那個純感跟那個粘稠跟它完全不一樣，然後你其實吃到是最原始的一個米香跟那樣的口感，加上那樣的那種蹄頭腐、花生粉或一點點糖，它不是看起來很精緻，可是它其實吃起來那種感覺不一樣，所以你們就跟一個老奶奶合作，羅奶奶然後幫你們做，對不對？而且你們也研發很多不同的東西，是不是？比如說苦瓜糖還是什麼的？是。這個故事就蠻有趣的。我們附近有一個農家，他家裡種了很多有機苦瓜，有機苦瓜小小的、醜醜的，就賣得很不好。他就種得有點心灰意冷這樣子。那一天我們就不知道哪來的勇氣，我們就跟他說：沒關係，你把苦瓜都給我們，我們來想辦法。我們以為放在我們店裡應該多少會賣得掉，對，沒想到放了1個禮拜，1根都沒有賣出去。對啊，然後所以我們就開始去想辦法。我們想說，現代人都不吃苦。但大家都愛吃甜點，愛吃甜食，不如我們把苦瓜做成糖吧。所以我們就去研究了法式軟糖的做法，把苦瓜做成苦瓜糖。吃起來苦苦甜甜的，還真的蠻好吃的。所以我們就幫它取了2個可愛的名字，一個叫苦盡甘來，一個叫同甘共苦，就是那個苦苦甜甜的意思跟味道。我們要跟這些在地小農一起同甘共苦，一起透過苦瓜糖苦盡甘來。所以現在還有一直到還有苦瓜糖嗎？現在苦瓜糖它是季節性的，是夏天的時候我們會有苦瓜糖。好有趣哦。對，因為對小農來說，那個苦瓜的確醜醜的，也許人家不太愛買。對，然後其實很多人賣苦瓜走音，它可以做涼拌或什麼的。可是事實上你要有能力去做。可是如果你把它製成像苦瓜糖，對，那對於很多
去的游客就很容易入手。对对，而且你看现场也是，这也是你们带来的，对不对？对，像这个也是你们自己跟小农合作的。对，这是我们认识的一个很棒的小农，他自己做的一些吉酱啊、梅子。对，那我们也发现蛮有趣的，吉酱很多客家人很爱吃。对，但是我们就发现，不是客家人通常不太认识吉酱，不太认识是这，也不太。其实不要讲客家人，其实很有趣的地方是因为我从小到大。应该是第几种爱用改东西，可是应该发现，全台湾改哈嘎尼，比如说从南埔改哈嘎尼，他们就不一定有吃吉酱。比如从你为那几种来问，你讲白斩鸡，对不对？很多哈嘎尼是说，好奇怪，对，就像你讲的，不是每个人对吉酱都很熟悉。对，但我们就发现，其实吉酱是一个很棒的东西。对，它从原料的制作，然后采收，然后到它的味道，其实除了沾白斩鸡之外，还有很多不一样的变化的用法。所以我们就决定要把这个东西分享给更多的人，把它变成年轻化，然后把它变成更有趣、更多的推广。对，所以我们就把吉酱把它反过来变成酱吉，然后变酱吉好吗？像年轻人在讲话，这样子好吗？这样子好吗？很有趣哎，这样子好吗？都不清楚的讲法，有没有？国语混在一起，对，都听不清楚，有没有？这样子好吗？降级，对，降级很有趣，而且其实对你们，就像也发挥了刚刚凯勇讲的，你真的是 get 哈。动体改，你跟我们的农民一起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活化了农民对吉酱不同的感受跟想法，是这样，真的很棒。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你们那里研发出来的产品，所以去到那边也可以买，可以哦。然后，所以你真的很辛苦哎，好，我觉得就是经营一个地方要自己做菜，自己学手艺，然后自己结合，自己研发。听说连那里所有的修缮你都自己来。你也太厉害了吧！功能这么多，因为在山里面，所以其实要请油漆工人啊，请水电师傅啊，其实是比较不方便的。所以我们如果能自己来的部分，我们就尽可能自己来这样子。对，然后也当然也很多的亲朋好友的帮忙，才让我们学会这些很多。所以家人都很支持。对啊，很支持哎。已经说对，是不是？家人都很支持。其实动物意思因为起都该品的世界，其实应该提供台嘛也大。你说小嘛，也不是说它就是一个，因为它是一个小学，所以它的这个它可以说很大，但它也不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小学，可是要修缮起来是很费工的对，然后现在里面有展览的空间，对不对？可是呢，在好好的介绍展览的空间之前，我先来讲一下，我手中有一本这个小学堂国民小学第一册。我刚刚一开始看到也是，就感觉又超哈酱的，我想说，去到那边菜单要考试有没有？然后还出书这样，我想说这什么东西？一定是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对不对？好啊，这本书是什么样的内容？很有趣。这本书的话，我们是用每一个不同的课别，历史课就是在讲凤香国小它过去，然后到现在。所以你看，像这一页就是在讲它的历史，对不对？好有趣。我们把它过去的照片，就有刘老师他画出来，他儿时对于那个空间的记忆，对，然后到校友提供老照片，然后到现在这个过程。对，为什么会有？因为怡静说，我怕我一直讲，他们懒得听，听了会不耐烦，所以就有一本这样的书，对，让大家知道。所以这就会知道那个地方的一些人文跟历史。可是不只是这样很有趣这里竟然还要教英文。对，就是 before 跟 after。对，然后还有音标，对不对？对，就是以前我们一开始接手之后这个空间，然后到我们现在走过来，我们就一个之前跟之后。是，你们真的很有心所以你们让别人知道之前跳摆很容易，俩海很容易，第跳摆也是接还学了一下 before 是不是？然后俩海很 after， 你们是不是还有跟很多人结合做这个书？是，我们每年暑假都会招收暑期实习生计划。去年我们收到了超过100封的履历，我们从这些履历里面去筛选、去面试，最后找到5个非常优秀的实习生。我现在要投履历表，要拜托人家来，都没有人要来，你们有100封对，然后就是希望可以来这边一起经营这件事。对，我们一起。每年暑假会做不一样的任务，像去年暑假我们就一起合编了这一本大山北岳小学堂的课本，对啊，对，比如说这里还会有你看，我觉得你真的
我真的很好奇，你到底在学校学的是什么哈？因为我觉得这本书里面打开哈，你会觉得这是什么东西？你看，这是一个美味三角关系，所以它这里面其实除了有食物的介绍，英文历史在少改，它其实有很多。你要讲一下这里面还有什么讯息吗？对啊，这感觉很科学耶。其实讲一下吗？其实我觉得年轻人其实都是有很多的创意，像我们这些实习生，每个都是鬼灵精怪的。我们把我们在学校学的国文、英文、数学、历史、地理、自然，把它做重新的诠释，然后透过一个有趣的方法，再把这些科目跟我们在想要传达的故事把它结合在一起。对，而且我看到这我压力很大，你们看一下这个，这是什么东西？你说这是什么？学生时期每个人的痛苦，对不对？是不是这个好难哦？这不就是以前课本？你要好可爱，他还告诉你说哦，我们现在吃的这碗面呢是那个猪就是比如如果是猪肉，是猪身上的什么地方？哇，然后呢还把这个关系用这种公式给算式出来，然后呢，对。我们把数学公式变成为什么我们餐点这么美味的方程式。对，所以来到这边的话，也就是告诉你说，我告诉你我们餐点很好吃的，不然不相信的话，你自己套一下这个数学公式，你套进去算一下就会知道说，这个面很好吃。所以这本书的确很有趣。所以你们也跟当地的小学合作，对不对？是。我们跟当地的小学有蛮多不一样的合作，其中最有名的一个案例就是我们跟山下的大肚国小有一起合办美展。他们每年美术课有一些很棒的作品，都会来我们山上来展出。然后我们透过展览的形式，让更多人看见他们很棒的作品。是。然后我们连续办了2年的展览，都很受大家欢迎。所以今年我们又做一件更特别的事，我们把小朋友的作品直接印在衣服上面，就是我们身上这一件衣服。对啊，我们就希望说大家可以穿着这个衣服走到世界各地，那世界各地人就可以看见衡山的小朋友。那所以这个真的是小朋友自己画的。对，他就是都他自己画，他怎么会这么厉害？他这几年级？这是好像是小学5年级。是，对。然后我们从很多的作品里面去挑出来。对。那像这样的衣服，在你们那边也可以购买吗？对。那所以这也是算，小朋友看到自己的图印在这上面，你有问他心情怎么样吗？有，他们都很开心。对啊。我觉得我国小5年级都不知道在干嘛，对不对？现在国小5年级可以看到衣服上面有自己画的图，他应该觉得很有成就感。对，而且会觉得他这样的东西是被看见也被肯定的。对，而且我们这样子的衣服如果卖出去的话，我们会提拨部分的利润，然后回馈到这个小学，让他们做美学的教育基金，让他们的美学教育可以更扎实，然后更扎根，可以做更多的一些未来的发展。所以乡亲朋友，你堂创办人就是凯勇跟怡静爱用狗台尬史蒂，他其实不是只是一个优疗改提供，他其实背后有很多的精神跟意涵在里面。他跟先聊哈，你等下常来讲。为什么改某简单哈？刘改和尚因3年前17都讲要去那边一个很简单的起心动念想去那边，但是事情就越来越复杂了。可是事情越来越复杂，其实是越来越棒，越来越好，对不对？我们除了跟当地的小农结合，我们也跟当地的学童孩子们结合，然后让那个地方好像变成一个基地。对，然后除了游客可以过来玩，但是你们也是借由这样子的基地去引发不同的想法，然后让大家理解很多的事情。对，就像你刚刚讲美学教育，对不对？而且不是只是很担心的，好像以前我们那种填鸭式的教学。所以一进呢，你现在这边办展览办得怎么样？其实我很开心，因为你会看到说好像你没想到你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展览，小朋友是真的很开心。然后小朋友其实乡下的小朋友他们没什么太多的展示的机会，对，但是他可以拉他爸爸妈妈说这个是我画的，对，然后就说那你们要买我的衣服，对，然后还有那时候，因为我们其实是有跟小朋友买版权的，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请他们自己看，然后有个小朋友就会说。老师，我想要卖500块，然后另外他朋友说，老师他很不要脸，他竟然想卖他的画，认为能卖500块。对，我觉得很棒，因为其实我刚才本来想问版权，但是我想说会不会扯远了，所以你们是后来最后有跟小朋友买这个版权。对，我是不好意思问多少钱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观念的建立，对不对？让他们知道版权的重要性。我们以前一直在过去很多年间，其实大家都忽略了版权，都会有
不懂得这样的一个版权的使用。后来小朋友有没有很开心？你跟他买版权？有啊，我觉得这是尊重。然后小朋友因为他自己的被尊重，他未来如果他真的朝这条路来走，对，他也会去尊重。所以这就是机会教育嘛，对不对？你也告诉他版权的概念，然后也告诉他以后尊重别人的版权，对。所以我是不晓得是不是500啦，但是但是他们想说哇好棒哦，还可以和走对传签有没有？还可以赚钱，而且这边还有音乐活动，对，你们所以也会有一些音乐的。就是表演在那边。对啊，我们3不5时就会有一些乐团朋友来这个地方表演音乐活动，这样子。对啊，那如果除了音乐活动之外，我们也有静态的一些展览活动。除了小朋友的美术展览之外，我们也结合了这个学校的毕业校友刘兴清老师，是台湾国宝级的漫画家，没错。他非常热爱自己的家乡，那他对自己的母校也非常支持，没错。所以他也授权了他的作品给我们做来展出。所以我们用刘老师的作品跟学校的老照片，小聪明，大山哥、机器人、大神婆，把这样的作品把它带来这个空间里面去做一个展览。而且刘老师还发明了好多玩具。对，真的是小科学家。对啊，所以他发明了很多玩具，然后而且可以是开创了大神婆与小聪明那个时候的一个漫画的风潮。对，是杰出校友。当然所以在这边其实还有个很有趣的，就是露营新生手册，还可以露营哦，以改变。对啊，有人说我们这边是5星级的露营场地，对，因为它是有屋顶的，不怕风吹日晒雨淋，而且到外面应该可以看星星。对啊，星星啊，然后虫鸣鸟叫，然后满天的这样子的山景，其实很棒的。有没有什么样的游客回馈对你们来说是很珍贵的？其实有一个小女孩蛮有趣的，他们是一个美国人，一个美国的7岁小女孩，她来我们山上过生日。为什么有这样的机会？为什么？对啊，我们那个时候也很好奇她怎么会过来。对啊，然后结果她的答案更出乎意料，她说她在山里面迷路了。对，她跟家人吗？对，她跟家人在山里面迷路了。对啊，然后她没有关系。是真的吗？是真的。所以他们是去那里玩。对，那她就在山里面迷路了，然后刚好绕到我们这里来。太有趣了，然后呢？我们就问他说，他想要什么样的7岁生日礼物？我以为他会跟我说他要芭比娃娃，他要 Hello Kitty，没想到他都不要。对，他竟然跟我说他要喝台湾的茶，做他的7岁生日礼物。那个时候才发现说，原来台湾有多少宝贵的东西值得被好好保存跟分享。对，所以我们那天就赶快翻箱倒柜，找到了茶壶、茶杯，来跟他用最简单的英文。他才7岁，对，跟他介绍什么是我们的乌龙茶。对啊，所以也是小 Lisa 还要英文不错才可以。对啊，所以我们就从小 Lisa 的提醒开始，我们开始去这座山头去找茶叶，所以我们就找到一对老夫妻，真的还有在做茶。所以我们就开始开在地的小旅行的游程，开始带着游客去到茶园去采茶、去做茶、去揉茶。对啊，是让台湾的农业不是只有单纯的买卖交易，而是可以透过更深度的服务体验去创造出更高的价值。对，我觉得我要颁一个贡献奖给你。我觉得这个精神实在是太可嘉了。对，真的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也是缘分。我觉得你们来到台善堡也是缘分，然后后来你看，我觉得你们的贡献或是你们的回馈，可是我觉得也回馈很多给你们。你看，你们认识了老夫妻，你们认识了罗奶奶，对不对？阿婆走7棒，然后认识做茶的老农，然后一个美国7岁的美国小孩，这是对你们来说很难得的一个回馈。因为其实读了节目之前老记得打嘴公又讲到，我说因为那个地方你可以讲改变优良，你必须荡就是你必须专程过去，对，而不是有很多人他其实是在一个旅游的路线上面，然后这边也可以去，那边也可以去，那个地方就是我今天认识那个地方我要去，所以换句话说，就像怡静讲的，他也过滤了一些游客，就来这边的心情是不一样的，是的，对，所以也蛮有趣的，所以这应该很多游客也鼓舞了你们。对，其实很多时候绕基的大嘴骨也是一件很多风也是台高的门口，那你们有没有什么困难啊？你们有没有什么很艰难？一定有的。我觉得任何一个你们看到在这里可以到台高的奋勇，好像有一点点小小成绩到新狗改世界，背后一定很多很艰难的事情。是，对你来说应该没有办法帮你达到。对啊，其实中间真的遇到蛮多困难的，比如说我们有一次在油漆的时候，然后就被一个客人笑，就说那油漆这样子漆的。
然后他就把我们的刷子给抢过去，用我们的10倍速度去把游客吗？对啊，游客，对啊，这么积极，就这么热心呐，是，对，就看到我们有问题就帮我们来解决，对，看到我们在除草，然后也是不太会用除草机，然后就也是帮我们接手过去，帮我们用正确的方法来解决。我为什么觉得怡静好像有眼光含泪的感觉？是不是想起来觉得有点辛苦，对不对？难免都会。对，你对人家好一点。对啊。你看他都眼睛含泪是真的，对，可是是开心的，对不对？因为自己除草嘛，对，然后又自己刷油漆，又自己钉东西，对。除草第一次我想要喝水，然后实在太累了，因为除草机其实除草真的很累，你会手一直抖，所以水杯在这边，可是我完全是握不到的，因为太吃力了，手太酸了。对，所以就有一个客家谚语，之前是在讲“有妹莫嫁台山北”，有女儿不要嫁来大山北，对，因为我好像听刘老师说过，对，生活太辛苦了。对，因为刘欣欣老师会说“有妹莫嫁台山北”，因为太辛苦，而且刘老师还说跳板还傻咕噜石头路，然后什么那边其实是一个那个时候听起来感觉上那边的物资各方面跟比较缺乏，然后再加它很山里面。我那时候听刘老师的形容是这样，所以对基六该用西感音，他们如果要去到外面，其实是蛮艰辛的。对，然后如果说去到那边，你还要他的描述啦，因为我是真的没有体验过，他就觉得哇，该条山路要这样子走，这样是辛苦的。好，所以你现在等于是凯勇不是大山背人，不过你现在也算是嫁到大山背，因为我莫嘎台山北，不会啦，我觉得你们两个这样子一起同心是蛮很令人称羡的，对不对？你鼓励他一下。对啊，如果没有他一起帮忙、一起努力的话，其实是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一定的，对哈。而且其实有时候除了劳力上面的支援，其实互相鼓励跟精神上面的支持很重要。对啊。对哈，所以用亲朋友哈，其实跟他提供很有意思，提供大家解析又和解析许多改变都行行聊聊，不是只是去支持他们，其实是去享受。享受基督徒改变建立起了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5星级的一个基地哈。所以接下来未来有什么规划吗？接下来我们跟附近的农家有更多的配合，我们有接管了政府的一个农民市集的一个空地，然后要让更多的农家可以去那边摆摊，可以去把自己最好的蔬菜水果去分享给更多的人。所以像小农市集，对。然后在例如是周6周日改西店，赌该片，那这样的一个讯息要如何让大家取得呢？在我们的 Facebook 上面，在大山北岳的 Facebook 是可以找到相关的讯息。台山北也改免诉。脸书台山北也改免诉党特就会有这样的讯息，对，你们都有固定的讯息，对，所以接着就会有小农市集，对，所以如果你们任何的艺文活动都可以在那上面得到这样的一个讯息，所以其实真的到魔寒呢，你们两个这样人力不足哈。对啊，也很多人帮我们，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伙伴加入。真的太棒了！而且现在油漆也刷好了，也差不多了，对不对？除草的工作也差不多了，所以其实好处谁改提供台尬都已经完成了哈。因为基本上锦溪东冠一走在绕墙都凯勇跟怡静来到这边，我真的打从心里非常的钦佩你们哈，因为头上音要有这样的一个毅力不容易哈，而且看起来不是一个好像很花俏，成果很容易就取得，这种我觉得是一个。成就感的来源是比较缓慢的，所以心里要非常的坚定跟坚毅，才有办法去面对哈。所以非常谢谢凯勇跟怡静是莫妮的哈。然后我觉得要继续努力哈，我觉得这样太棒了。然后又给比啊绕起来一个手又改用心陪我解析很多该便宜行行聊聊啊。好，那就这样喽，谢谢你们，谢谢，欢迎大家来大山北岳走走。对，一定的，听走。好，乡亲朋友3年下来你来走人同流。